Hello，大家好啊！咁就嚟又好快新一年啦，咁喺度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財源廣進龍馬精神。咁就係啦，嚟緊係馬年啊，馬車之年啊！咁大家即管睇下我流馬車點樣係去逆風翻盤、逆轉自己人生啦。今日就請我老豆食新年飯。咁我老豆不嬲都係慳得就慳啦。我冇同佢講話唔使啦，你個仔我依家即係都係好叻仔。亦都同時間亦都好感恩啦，有好多嘅工作邀請係啦，去揾我，包括音樂上啦，包括一啲演藝微電影啦，都去宣傳推廣啲產品啦，咁同埋係啦，咁所以其實好感恩有咁多人賞識欣賞我。大家如果有睇到最新 YouTube channel 嘅幾條片呢，冇錯，英皇娛樂唱片公司嘅楊博士亦都係誠意邀請我去咗英皇嘅錄音室嗰度錄歌。同時間亦都配備咗最好嘅資源同埋平台俾我，去我嘅原創作品啦，可以得到一位非常之優秀嘅音樂人鋼琴王子偉樂幫我係去重新編曲我嘅原創歌《傻瓜車》。所以好多謝每一位啦，真係喺呢段路上面一路去幫我去追夢係啦，我呢個業餘歌手流馬車去追呢個音樂夢，好多謝你哋每一位。我唔會放棄，我會繼續加油，就算條路幾難行都好啦。亦都好感謝通利琴行啦，揾咗我做代言人。嚟緊通利琴行呢，同我之間會有好多合作。各位如果需要去通利琴行買鋼琴啊、吉他、二胡、小提琴等等，只要你哋同佢講話，我好中意流馬車㗎，支持馬車，同嗰度嘅職員啦講，咁呢可以嗰件貨品係可以得到75折，係75折，冇錯。希望大家都能夠係去多多支持通利琴行啦，支持馬車啦，同埋支持嚟緊馬車嘅兩首音樂作品啦，包括自己嘅原創歌《傻瓜車》同埋翻唱陶喆嘅《流沙》。咁喺度因為因應好多嘅粉絲啦，都希望我開翻個新 IG， 我開咗啦，我個新 IG 名叫 CourageLoud _0415，CourageLoud _0415，大家可以 follow 翻我新 IG， 有咩工作有咩合作呢，都可以信息嗰度揾我嘅。今日請老豆食飯。去咗天水圍一間中檔嘅酒樓啦，叫做食飯。同老豆講係啦，食好啲啦，新年啊，同埋真係想你知道你個仔我係得㗎。點咗3道菜啦，一個白灼鵝腸肥牛肉108蚊，一個自選小菜套餐78蚊，即係梅菜蒸鯇魚加有個白飯同埋有碗湯，同埋4季肉絲炒滑蛋66蚊嘅。咁做埋呢個普洱啦，茶位2位就20蚊，係啦。咁之後食唔晒打包膠袋加2蚊，係啦。咁之後呢個項目總計呢就係274蚊。咁唔知點解莫名其妙又要加一服務費喎，27蚊。結果呢就食咗301蚊，我同老豆兩個食，係啦，301蚊。其實真係嘅，我同我老豆呢，如果過翻大陸去深圳食啦，搭埋車錢計埋。噼里卡啦啦，係嘛？喺深圳真係食到唔知係啲天王級享受，再翻嚟天水圍呢，都唔需要301蚊。咁所以你香港飲食業點解咁濕滯？點解咁差啦？市道咁差啦？人人都翻大陸食啦，人哋唔會中意做傻仔俾你哋香港人。香港嘅餐飲業服務業掠水㗎，同埋你服務態度咁差，食物質素又咁差，係咪？點解要去香港食飯啫？真係㗎。即係嗰啲死人酒樓又係嘈冤巴閉，啲粗人冇質素嘅人又多，係啦。翻大陸服務員態度又好，啲人又有文化、有修養、有內涵，食物質素又高，性價比又高，係啦，又平靚正，所以點會留港消費街翻大陸㗎啦？真係。點都好啦，嚟緊啦，馬車亦都會越嚟越成功，向我嘅目標去進發。真係好開心，好感恩。喺度係啦，想喺度更正一下啦。之前呢曾經呢係有好多嘅謠言啦，去中傷我或者詆毀我啦。不過其實都唔緊要嘅。我喺度想同大家講係啦，謠言止於智者係啦，希望嚟緊大家。係嘛？睇住流馬車點樣去用實力、用作品、説話、用時間去證明自己，多謝大家。